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台湾本地是无好的，不过咱的生活中有足多甲好有关系的文化甲风俗，像今日5日节的北粽有白灵船，嘛有挂香茶啊，有一种香香就叫做花香。其实好伫台湾有真侪甲伊相关的语词故事。今日来讲，本地无好的台湾有偌济甲好有关系的风俗，来了解好伫台湾的文化意涵。我读国小的时阵，5日节学校就会叫阮用一块布去添一个香茶啊，内底底一寡有味的杂草，叫做香香。我搁较大汉的时阵，才看到有像一只花的形的花香，内底底香草、抹草，也是别款草药啊。花香特别是互囡仔刮，因为5月是恶月，天气变较烧热，蚊虫拢会生出来。香香有味，互遮的虫毋敢活来。好是动物之王，会当辟邪，而且毋是干那预防互煞着，互魔神啊。因过讲的邪，嘛包括天气伤湿、伤冷、伤热来破病，像讲感冒，或做风邪。所以辟邪嘛有防止、预防破病的意思。也若挂这个花香，就是保庇这个囡仔平安大汉。英国也有一种风俗，是伫5日节的时阵，囡仔会去庄内的新娘遐摕花香，因为结婚是喜事，这个香香因为当着喜事，伊的作用会加倍，所以新娘伫还未嫁进前，嘛会用布衣啊添足侪香茶啊做花香，来展现家己的手艺，也嘛好。伊去伫新的家庭，也是住伫新的庄头，会当交到新的朋友。嘛有人讲，若无准备花香来送囡仔的新娘，伊生的红鞋啊都会臭头。台湾真特别是，虽然无好，毋过足侪地名内底拢有好之字。敢若虎头山伫台湾都有真侪粒啊，也阁有分林的虎尾，本地就真古早的地名。伫台南有一个虎尾寮庄，也嘛有虎头陂。台湾对好的人物，甲伊的一寡故事风俗，是大清时代遐移民炸过来。像月桃花是安怎号做花花？月桃这款食物，本地台湾都袂少。伊规丛会当食，会当做药啊，会当变做器具，有足侪功能诶。进前咧讲认丹的时阵，就讲到日本人看到台湾的原住民咧捕月桃子，后来才开发出认丹这项药啊。月桃的虾啊，会当变色啊，也嘛会当变草树啊。月桃叶即马较接看的，就是摕来炊物件，嘛有人摕来包肉粽，因为伊煮过有一个香香的味。这款原本就生伫台湾的食物，伊开的花叫做花花。因为花是白色的，毋过伊有一撮黄色甲粉红啊，就像花的皮。我想上早的北部族也是别个原住民族，因无看过好，所以若叫做花花，应该是后来的代志啊。台湾的第一只虎是为倒位来的？传说讲郑成功要来占领台湾的时阵，为着要展现伊就是王，就去掠2只动物之王。2只华南虎再去船啊顶，结果这2只虎上船，水流就怎涨起来，互因会当顺利为鹿耳门遐转入来，荷兰人就互因赶走啊。后来这2只虎走去倒位，刷来故事应该是黑白编的，因为有人讲这2只虎是拍赢荷兰人的动物，
所以后来就从书校大爷安尼咧书校即两只虎。有一天因怎走出去人啊外，一只黄白，一只黄蓝。黄白诶去到面向遐人拢无看过虎，甲伊当作鸟，甲拍死，所以遐叫做打鸟。黄蓝迄只互人当作狗仔，叫做打狗。这是讲故事尔。其实无论打鸟也是打狗，拢是原住民好诶地名。台湾人因过无机会看到虎，真正头一摆有法度去看到活诶虎，是1914年日本人伫宜山遐设一个动物园诶时阵，虎甲别款较珍贵台湾无诶动物，做伙为日本运来台湾，展览互大家看。毋过即阵住伫宜山动物园诶动物，因诶命运嘛无偌好，因为后来拄着战争空袭，迄当阵日本政府真惊讲，若空袭遮大只危险诶动物会走出来害人，真危险。怎就决定甲一寡会咬人会食人较危险诶动物拢生态死。所以虎甲狮是怎甲引入去一个有通电诶笼仔内底电视。随亡战争了，就发现讲美军无伫动物园遐弹炸弹，毋过遐动物就拢无去啊。日本时代有动物园会当看到真正诶虎。伫迄个时代，我读黄龙生诶日记，直接写着背虎树，伊是伫新竹学校咧教册。平常时甲伊诶同事，不管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，拢会算背虎树。至少我算起来一个月拢有一两摆。啥物是背虎树？伊是一种大人咧算诶抽扣啊，先伫纸顶头写一只虎诶部位，亲像写虎头、虎手、虎肚、虎尾、虎骹，就看偌济人，就写偌济张。过来才决定讲，倒一部分是偌济钱，就是若抽到迄张诶人，就爱摕偌济钱出来。通常因就摕去买点心来食，也是去灌酒来啉。黄成一摆伫伊诶日记就写着讲，伊抽着虎头，摕15钱出来，逐个人食2碗米粉。是安怎抽口啊？会好做背虎树？大家使想看觅啊！我嘛毋知影答案，毋过真趣味。有诶文化研究专家嘛讲，就是因为台湾无虎，所以台湾人对虎诶想法是足侪款。也嘛真自由，有好嘛有歹。咱先来讲虎英明，毋过嘛是暴力会害人诶一款形象。伊会出现伫底，亲像民俗信仰内底代表东西南北诶4只动物。白虎通常互人认为是有杀气，会害人诶。比起来，青龙是好诶，白虎是无遐尼好。因过厝拢有倒边青龙，正边白虎。这款讲法，所以若要去庙林拜拜，到呾也是按照入灵门出虎口这个原则，就是为倒边青龙迄个门入去，为正边的白虎遐出来，安尼才会吉祥消灾。也过来就是上虎的人，到呾拢也有迄种风俗，上虎的人袂使入去新娘房，也是袂使伫结婚之前看新娘。因为虎伊诶煞气会互一对翁仔某袂生，也无就是翁仔某袂合。也嘛有一款讲法是，大巴肚诶时阵毋通去拄着虎神，因为白虎相体，乌虎吞体，就是讲若拄着虎神就会落体。即种惊互白虎伤着诶，嘛会出现伫一寡病状、病痛。古早人会甲可丽拉叫做虎药。也嘛有一种皮肤病叫做毛虎，头毛的毛虎。这个讲法，即阵较少人用啊。伫日本时代，张丽纯的日记都有写着伊的朋友头壳后壁生毛虎，已经几个月拢无好。迄就亲像虎头夹起来是互伊足疼的，佫会痒，而且袂输规个形坎拢整起来。这当然是一种形容，毋过伊讲的毛虎。就是即阵讲诶用啊，是皮肤感染着，全发炎变甲足严重。古早诶医术无遐尼好，古早人
会甲想做亲像有一只虎伫皮肤下面咧作怪。虎的害人这款形象嘛出现伫像虎姑婆的故事。虎姑婆会食囡仔，所以是真危险的。台语嘛有讲虎爸母，也嘛有俗语讲入山毋通惹虎，入门毋通惹某，也是讲惊某哪惊虎。这内底甲虎有关系的歹人，拢是女性，就无迄款用虎来讲男性的歹话。刷落来是讲，若虎遮尔毋好，是安怎会有虎仔芳，佮特别要互囡仔挂，甲虎怎扎伫身上？其实虎的形象嘛有好诶，大部分好的虎是拢经过神明教示，怎变做好的虎。像传说，就讲有一只虎，甲一个人食落去，煞有一支骨头卡伫脑后拢走袂出来。伊是疼甲怎去找大道公，神明怎骂伊讲，这就是因为伊去食人，以后袂使个安尼。迄只虎就答应，而且骨头摕出来了，伊怎一世人拢对大道公互伊骑。这是乌虎将军。也搁较接看的是土地公城隍爷，伊边仔下骹拢有一只虎，甲因做伴。因为是神明管制的虎，所以因毋若袂伤害人，阁会保护人。像土地公庙内底的虎爷，嘛有人叫伊下大将军，也是虎爷公，因为伊是坐伫神明的下骹。通常嘛，因为因伫下骹，所以大家感觉因甲囡仔是较亲近，因会去保护囡仔。虎爷上厚的就是猪头皮，猪头皮是腮腺炎，细汉囡仔较接着。囡仔着猪头皮的时阵，大人就带这个囡仔去庙里拜虎爷，摕一张金纸去刺虎爷的下怀，刺了才可去刺囡仔种起来迄个所在。这就是虎咬猪，用虎爷的喙来咬猪头皮，安尼这猪头皮就会消去啊。即阵有一种讲法是较新的，就是金虎爷甲真好爷真共音，所以虎爷即马嘛变做真济咧投资股票、买卖，也是做生意的人真介意的神明。我今日先讲到这，即礼拜的电子报白虎寄出去，后礼拜会寄，请大家注意收批。若也未订电子报的听友，会使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找到电仔。若是要看英国旧的电子报，伫台湾人台湾书的网站顶头有旧的。感谢即礼拜寄付的朋友。关系肉粽节，我发现讲伫即个节目捌讲过足侪无同款的风俗，我会整理放伫面册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